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6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疾管署伫下晡紧急宣布，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民众，先暂停去注公费流感疫苗。另外部分县市也有其他限制。今日国内增加4站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拢是印尼高中生。另外，指挥中心对后个月会施行防疫管制秋冬专案。协助香港人来台湾走找庇护的保护伞餐厅，今仔日去防破20年。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流感疫苗大家会3钱一个抢。疾管署伫今仔日下晡紧急宣布，讲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民众，先暂停去注公费的流感疫苗。另外，各县市也有一寡限制，亲像户口无伫遮的，就袂当伫遮注。无论是诊所也是社区的注射站，四界拢是排队注射流感疫苗的人。今年受新冠肺炎影响，大家拢想要来注射流感疫苗，公费疫苗需求大大增加，引发外界惊讲疫苗无够，无法度注着。疾管署16日下晡宣布，暂停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人注射流感疫苗。预防接种组这边有专家的讨论，50岁到64岁，这些健康的成年人暂缓施打。有高风险的、有风险、有慢性病的，那仍然是可以打。公费流感疫苗对初5开始注，原本用的注的对象有65岁以上老人、学龄前的幼儿、高风险慢性病人，也有50到64岁人。即阵50到64岁人要暂停来注射流感疫苗，但是中间说是因为疫情关系，民众卫生甲防疫习惯也在咧提升。而甲去年同期2019年第41礼拜比较，台湾类流感就诊人次有75245人。到第51礼拜进入流行期有101900人，也过今年第41礼拜就诊人次是34539人，无到去年的一半。那我们为了让民众不要到处跑去询问疫苗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一周10月12号开始统一把疫苗集中回来到卫生所，那是以嘉义市的市民为优先。疾管署暂停部分对象注射，要一个原因就是各县市疫苗配给有限，部分县市亲像嘉义市也是贵人市，拢伫这礼拜宣布以涉及本地市民优先注射。流感疫苗是要有县市的配合款，所以各县市都会设定说是市民施打，这个是可以接受的状况。但是台南市呢，还是有很多别的县市是住在台南审慎在评估啦。如果说疫苗不够的状况下，我是觉得县市的市民优先，我是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台南市也伫评估可行性，高雄市卫生局考虑有相当数量的外地民众伫高雄生活，为了保障群体免疫效应，确定无特别限制。但市长也提醒，即要落实挂嘴暗、定定洗手，并且保持社交距离的良好卫生习惯。有基本规流感疫情传播有限，民众免惊吓。另外，注射地点也无限户籍地，应跨县市去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在今仔日国内增加4站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因全部拢是印尼的高中生，伊是对9月底来台湾读册，检疫特别说采检出检出阳性的，这也是目前国内头一站外国学生的确诊病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讲，对后个月中也会启动秋冬专案，无排除边境的管制会搁较严，甚至会限制活动的人数。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一困头新增加4个境外移入的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532至535例是2个查甫2个查某，年纪是伫10外岁至20外岁之间，拢是印尼籍的高中生，因为读册9月30来台湾。这4个人是伫3间无同款的学校读册，入境到搭拢无症状，入境了后由学校安排去旅馆做居家检疫。10月15检疫期满，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才确诊。因那这嘛是今年疫情爆发以来头一届有境外先确诊的病例。全部他们在居家检疫后就要把它再采检过一次。那前阶段大家一直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那这次有跟大家宣布有4名印尼的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最近传出几个境外移入的个案。而且外国疫情也是真严重，秋天甲寒人疫情恐惊会反苦。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后尾的疫情，佫一届扫倒转来可能性真悬。按照后个月中，就要启动秋冬的专案，到时无排除会加强边境的管制，嘛有可能会强化国内防疫新生活的力头，限制活动的人数。
那当然要看看这整个的一个我们这社区的情况，再来决定这样的一个强度。但是各种的方式我们都会来思考怎么样是最有效率又干扰最小。但市长强调讲，边境管制无论是全面性或者是特定的国家，拢有可能爱看全球疫情的变化。也若全台湾目前累计确诊的人数有535例，有433例是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东部南队36例，还有一个感染源不明。确诊的个案当中有7个人死亡，491个人解除隔离，还有37个人住院隔离治疗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如果发生居家检疫说是死亡的案件咯，伫南投埔里有一个当咧居家检疫50岁查甫民众，今早起伊的老母要家送早顿的时阵，发现伊倒伫涂骹喙骨部被破，落尾消防单位赶到位也发现讲人已经死一段时间啊。县政府表示会协助处理，检警也当咧确认死亡原因。南投县殡仪馆人员带着护目镜，也有喙暗真细离伫处理这个遗体，因为这是埔里一个正伫进行特殊检疫，却是雄雄死亡50岁查甫人。死者老母16早起送早顿到后生段所在，却是发现伊倒伫厝内底。我甲叩门，我甲叫拢无应，我再用锁匙甲开伊门锁咧啦。我入去的时阵，我甲摸鼻孔像无喘气啦，再拍伊的手，哎呦，拢挤起。我就知影讲应该是出问题，我再去报派出所。伊老母讲，后生拄结婚无久，即阵也伫联络人伫香港的新妇。根据了解，这查甫人60年厝，之前拢伫香港工作。车爸对下门坐飞机转来台湾了后，厝内底人安排伊家己住，进行2礼拜特殊检疫。到即阵已经特殊检疫第8天，23就检疫隔离期满。消防局同仁到案之后，发现该名男子已经死亡。那县政府随即通报相关的单位，检察官会进行司法相验后来厘清死亡的原因。死者老母讲，每工拢会送物件互后生，不过不听伊讲，伊反映身体无爽快。南投县府民政处讲，警消到现场时，这查甫人身体已经硬壳壳，脚的腿已经出现尸斑，眼盘已经死亡一段时间。这位中心发言人曾林祥讲，即阵已经交由检察官调查，法医检查了后，若评估有需要检验，疾管署会全力合作找出死因。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有喙暗国家队出问题啊，新北市的喙暗公司康昌公司也未摕到卫福部医疗器材许可证，就先偷做喙暗。检调甲卫生局的人员昨夜去到工厂进行搜查，也甲现场664万块喙暗封存。康昌下晡也发表声明表示，许可证送案的申请天数有订单，也向消费者回实的。工作人员无用搬运原料，准备制作生产防疫喙暗。在新北市，这间喙暗大厂也是喙暗国家队成员之一的康昌公司，涉嫌无摕到许可证，就制作第2等级医用手术喙暗这医疗器材，15被卫生局甲检查人员进行搜索。行政稽查部分是9月22号是由那个食药署会同卫生局去做稽查，那稽查之后发现他有未取得许可就制造的情况，所以我们才介入调查。检调表示，医用喙暗是属于医疗器材，要向卫福部申请医疗器材制造业药商许可执照，佮摕到医疗器材许可证了后，才能制作生产。不过稽查发现，空中有2个工厂违反相关的规定，所以2间工厂封存喙暗664万3645片。它的违规产品的批号是2020 9月7号到2020的9月17号，因为这部分是未经核准擅自制造，那这些违规品我们已经要求业者让下架回收。既然要新设它的一个厂线，它就应该依程序先来申请。不过违规的情况并没有说造成口罩品质的一个影响。新北地检署查扣空中的消体会资料，生产一部标价的证物。各约询圣诞的负责人甲姓柯的总厂长到案罪名，顺后依照涉嫌违反药事法，有令圣诞的负责人35万交保，姓柯的总厂长是3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仔日又去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不过，国民党团又原针对苏贞昌无爱因为开放美国猪肉会室内第3摆搁再占领接顺台。苏贞昌也批评国民党团领薪水国唔敢正面对决，是心虚才会占领接顺台。立法院长尤锡坤中昼也临时调开朝野党团进行协商，不过政党也是无共识。
行政院长苏贞昌16日去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而且被质询。毋过国民党团不满苏贞昌也是无对政府开放美牛来会室内，再去发出加急动员来占领质询台，是伫咧9月22甲10月13了后，第3届组党苏贞昌就台。针对这件代志，苏贞昌是讲党话来回应。邀请我来，又不让我报告，这是傲慢；不敢跟我面对面询答，这是心虚。霸占了主席台却坐领高薪，人民一定不满意。跟人家回一个，说啊拍谁吼，啊都无法度，没办法，吼，我们要求这么谦卑呢，他完全不做，到底是谁傲慢？国民党团这届除了出动敌爱模型，佮提出总统蔡英文、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农委会主委陈吉中4个人的人形徛牌，放伫咧议场的正中央。国民党立委嘛小连续伫咧议场顶悬发表诉求，立法院议事佮一届起用阻挡，民进党佮其他在野党的立委拢表达不满。美猪的问题已经报告无数次了，那我不知道说到底有哪一个点，让国民党然后持续杯葛的理由吼？那我觉得，杯葛久了，理由都没改变，只是会让人民看破手脚。要让我们在这个质询台上跟这个行政院还有各部会来去做正面的这个质询跟辩论，我们希望让议事回归到正常的程序。因为议会处理报告事项的议程嘛无法度进行，立法院长游锡堃甲民进党籍立委归去走去其他的行程，若是国民党主席立委江启臣甲国民党其他立委是走摊去推广卡白笋，毋过为着要互议事会当顺利进行，中昼11点，游锡堃已经临时调集在野党团来进行协商，找出互双方拢会当退一步的空间。毋过会中也是无法度达成共识，游锡堃采取各党团继续沟通，转来散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铁路地下化风波，上尾接管的2户，其中1户黄架，伫今仔日早起被拆。消防民众下晡也去到交通部抗议，说甲警方发生冲突，落尾有12位民众，警方甲因的手锁起来。经过协调，交通部处长王国材表示，已经要求铁路局下晡4点半先停工，也爱停到10月27。请保持理性，请保持理性，请不要推挤，请保持理性，大家都会受伤，请保持理性。生活的民众向前一直走，想要冲入去交通部，现场是非常混乱，警方也着卖句，呼吁民众爱冷静。不过民众根本无咧插，最后是警方用锁啊，把一寡民众绑起来。不要推挤，保护包括承受自己的安全，承受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安全，警察的安全，这几天警察的安全。大约12名抗争民众被带到边仔，混乱中有人受伤。抗争代表提出2大诉求，要求警方放人，也有南铁现场马上停止施工。下晡4点一度传出，交通部要求南铁拆迁现场停工，不过现场也伫施工，引起民众不满。在立委的协调之下，交通部处长王国材亲身来面对民众说明。为了有些建设的需要，他必须。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赶快回复。我是要对你对等协商。现在正在拆，等你说完等拆完了。你还是要听我讲完。它楼梯因为有一些是在我们的路权范围内，所以保留是很困难的。但是一个新的梯子的设计，我带你说一个新的梯子设计，让它能够到2楼，这件事情，我交各位责任品要怎么做。民众分做2边，拜5日时，真侪学生就伫台南现场，想要来阻挡铁道局的拆除行动。而下晡4点半，交通部要求铁道局暂停5架施工了后，这阵铁道局伫台南现场会先拆除无争议部分。交通部答应伫27进前5架袂动工，邀请第三方面公证单位鉴定了后才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宣布，对10日开始，土地苗大约1.9万公顷的农地停止灌溉引产。农委会的补偿措施也讲，停止灌溉稻啊，每公顷会补偿14万块。所有民众认为讲，政府无沟通，也无爱去调度水源，干那用钱就要准过，实在看农民足无目的。今天经济部跟农委会会同时公告，所有苗栗、新竹、桃园1.9万公顷的停灌的这个面积，每公顷
可以领14万元的这个补偿经费。史上头一摆农委会伫稻仔抽水期间宣布停止灌水。台湾56年来第一摆拄到因为无风台水库欠水的情形，所以农委会宣布16开始，桃竹苗3个县市有1.9万公顷的农产要全面停灌，其中差不多1.3万公顷种稻仔。所以也宣布，稻仔每公顷是补偿14万。为什么每公顷是补助14万呢？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解说，部分农民针对现阶段自给自足农业导致生产成本，佮加上农民所赚的钱乘以1.05，所算出来这个数字。啊，毋过伫个新竹农民是批评，重点毋是补偿偌济，是政府的心态，很感觉是想要摕钱了事。我是觉得他可能早就打算要放弃桃竹苗这边的农业了。比方说每个礼拜给农民一两天的水，这样子其实稻子还是可以种得起来。可是他现在就直接全部停掉，然后就你的损失我发钱给你，就是很瞧不起的那一种态度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目前正在欠水，农委会也宣布讲，桃竹苗的农田因为靠旱袂当淹田，农民也烦恼讲，正当咧节水，若准无水通好用，恐惊会变做拍切，影响到收成。目睭紧看，再过1个月就要收成的稻啊，真仔可能因为干旱的关系，停止农产灌溉用水，农民烦恼，唔但是投入的心血甲金钱都白费，连后续收割恐惊嘛是去了了啊！如果缺水，它就是直接就死掉了。像这边几乎都会慢慢的死掉了。你看地板这已经都干到裂掉了，都全部都裂掉了。大概几天就会这样子？这个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会晒田，所以我们水不是一直在灌着的话。如果像这样的话，大概在10天后，这整株就没有了吧。农民无奈表示，种稻啊上需要的是有够用的水，真正一停水，直接影响的就是节水中的稻啊，恐惊因为无水发育不良，变做成空的稻啊。里面是空的，这是空的，里面都空的哈。对啊，全部都是空的，你看会透光啊，它会透光，里面都没有东西。在1个月左右就可以收成的，就。你如果没有水来的话，那我们就是看着它死啊，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农委会14号宣布，因应抗旱措施，桃竹苗地区19000公顷农产会实施停灌，未释出补偿措施。啊，毋过在新竹县有未少的农民，拢是替地主种植的大耕农，因烦恼补偿金最后恐惊也加会落后地主，希望中央会使针对补偿办法再去做讨论。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受到东北风加南海水气影响，正风的东北地区会一直落雨。宜兰地区已经达到大水雨的级数，气象局也表示讲，拜一进前雨会继续落，也请宜兰地区的民众要注意大水雨的灾情。宜兰地区为礼拜四大雨落袂煞，2天以来，东山乡落雨已经超过450毫米。气象局分析，这是受到东北风加南方水气的影响。雨势真大，而且继续已经毋是过去东北季风带来典型的绵绵雨，到下礼拜一进前大雨也是继续落。我们有一个名称说是东北季风的一个异常降雨主要就是因为水汽比较偏多加上东北风影响以及地形效应可能在一些迎风面地区的雨势会特别大。礼拜六开始，东北季风也是搁增强。北部高温比礼拜5降4度，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北市山区、宜兰花莲拢会落雨，其中宜兰可能有大水雨，民众爱小心，一直落雨山区桃竹、松软可能会有灾害。下礼拜开始，南海上继续有扰动，无排除可能会加做风台。在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还是一个相对海温还蛮高的，然后大气环流呢，还是有机会会让扰动发展起来，还是要稍微多留意一下，应该很有机会，还会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专家分析，目前观察下礼拜北平太平洋高压较强，就算风台有成型，毋过直接到台湾几率无悬。爱观察外围水汽是毋是甲东北季风交互作用，互北部、东北部各有大雨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早起9点多，一个37岁查甫人举着西瓜刀冲入去台南市卫生局新营办公室的服务台，医生甲内面的员工压掉咧，落尾阁伫门口起火叫，讲是有人泄露伊的个人资料，要找卫生局的长官来理论。落尾警方也甲伊劝解，才甲刀放落来。好佳在这件代志有平安收煞。 手提刀一直向壁边还是边仔来按，查甫人的情绪真激动，大声喝吼。经过真侪警员一直甲伊恐吓，查甫人才冷静落来，甲刀仔摕互警察。台南警方16早起接到报案，这个查甫人举刀冲入去卫生局的新营办公室。来一个向撞出来啊！来个甲我抓肩膀，个甲我讲叫恁大官出来处理。 这查甫摕刀仔甲女员工压咧，伫咧卫生局内底一直行，了后，佮用西瓜刀扑刀仔，互女员工行到要死，落尾走出去卫生局，伫门口继续喝酒。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又发现该名男子他情绪非常的激动，拿了一把西瓜刀在那边挥舞。那于是我们就先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劝导我的该名男子让他把西瓜刀放下来。 然后我们再把他请到卫生局里面。根据了解，这查甫人今年37岁，是卫生局列管的毒品列解对象。伊讲有人盗摄伊的个人资料，要找卫生局的长官来理论。这个男子啊，他是我们社工关怀的个案。那因为情绪不稳，找他的社工师没有找到，然后就可能是就心情不好。 结果就直接拿着刀子到卫生局来了。经过卫生局评估了后，甲伊强制送医。卫生局表示，会继续甲病院的部分来联络，而且讨论治疗的计划，嘛会对这个人质，佮有所有去惊到的员工来进行辅导。另外嘛，呼吁民众对政府也是任何人有意见的时阵，应该用正当的程序来表达意见，袂当使用暴力。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的日月潭，真唔那只是一个观光景点，要真侪骑重型机车的民众爱去遐骑奥多摆。当地民众认为讲改装了后的烟筒讲噪音足大声，已经影响到因的生活。南投县环保局也接到民众订情，讲会伫部分路段进行噪音的检测，若准有超过标准，就爱接罚单。 第21线是要去日月潭的主要道路，嘛是重型机车组增加伊的路线。毋过因为部分车主改装的烟筒管噪音受大，引起当地民众不满，认为影响生活。南投县环保局甲警方就无定期无定点来进行噪音的检测。7到94.8分贝吼，这个会罚1800到3600。 半暝时阵，警方甲环保局的检测人员伫第21线设零检站，经过重型机车拢会去用闸落来检测噪音。有真侪车主因为超过标准，毋拿当场互处罚，佮爱去监理单位复检。取缔改装排气管，减少噪音，维护辖内安宁及省道连外道路交通安全。统计本局2019年1到9月，取缔大型重机违规2365件。 南投县警察局表示，无论是一般机车还是大型的重型车，若是噪音超过标准，就要处罚。而且除了传统的噪音检测，南投县政府今年嘛引进会当测噪音的翕相，若是车的噪音超过标准，就会自动翕相。机动车辆的一些取缔部分，事实上我们环保局的一个政策是抓的部分是抓草不抓改。 南投县环保局表示，南投县包括第21线、第3线、139线等等真侪路段，拢是大型重机车组真爱去的路线。若是查到噪音超过标准，会以噪音管制法处罚1800块至36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要访问丹麦、阿国的国家，拍算要用疫苗做外交，甚至批评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故意要做对头的。王毅则是去到泰国，也拄好碰到泰国伫咧反政府示威，不过伫咧队伍当中却出现台湾的国旗、香港独立甲西藏独立的旗啊，有人认为讲这是伫咧针对中国。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底拜访欧洲的时阵，引起反弹了后，王毅10月底去较偏向中国的东南亚5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等等，改用疫苗外交巴结东协，用经济贸易一步，嘛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展开反击。推行的是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维护的是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所以这一战略啊，它违背了东亚合作当中的互利共赢精神。 冲击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也将损害东亚可持续发展的
前景。王毅14、15去到泰国，是这届出访的上尾一站。不过，拄好是泰国反政府学运示威冲突野悬的时阵，我见王毅所踮的泰国政府大楼外口，有万外的民众咧抗议，要求泰国总理帕拉育爱落台。队伍内底佫出现台湾国旗、西装刷刷西亚旗、甲香港紫荆旗，针对中国的气味是真高。中泰的高层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却在民众当中有这种反中的愤怒出来，也可以显现说这种掠夺式外交同样也引起了这种小国的这种不满跟愤怒。其实中国甲泰国这两国的政府关系真密切，正在讲到中泰一家亲。不过，真正煞因为武汉肺炎、甲台湾查某囡仔的破文，引起中泰网络相战，嘛延伸组成一个泰国、香港、台湾的两地联盟。学者分析，泰国民间最近对香港的投资，还有外交的方式，感觉真反感。政府甲人民的关系嘛愈来愈远，反权威嘛成做这波学运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的总统大选第2场的辩论确定取消，双方的候选人15拢家己举办市民大会，谈论家己的政见，议题也包括着疫情种族议题、大法官提名、外交政策、同性恋加多元性别族群的权益等等。川普表示，若准伊选输，政权会和平转移。拜登也头摆正面回应有关最高法院改造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15暗分别伫迈阿密甲费城举行市民大会，面对面回答选民的问题。川普的市民大会由国家广播公司 NBC 主办，女主播莎凡娜加斯里来主持。川普去互问到伊个人税务的争议，伊讲未公布详细报税的内容，一直到伊甲国税局达成解决方案。因若顶个月底，伊甲拜登辩论进程，敢有做新冠病毒的检测？川普回答讲：我可能有，嘛可能无。因若甲疫情相关的话题，伊是甲规个焦点射去中国遐去。Herd immunity as a strategy, essentially just let people get sick. The cure cannot be worse than the problem itself. We did the right thing. We were expected to lose 2,200,000 people and maybe more than that. We're at 210,000 people. One person is too much. It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because of China. It happened because of China. 在市民大会的时阵，川普头一届公开答应讲，虽然伊一方面对投票的公正性要是感觉无信任，不过若是伊输啊，会甲政权和平转移。因若美国已经有超过1800万的选民完成投票的程序。联邦选举官员表示，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有做票的情形。同一个时段，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是出现伫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频道，回答资深媒体人乔治·史蒂芬·纳波里斯甲选民的问题，针对共和党伫大选进程背后有保守派色彩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巴瑞特的大法官提名过关，保守派伫最高法院的优势会扩大到6比3。有消息指出，拜登伫赢选举了后，会以扩增大法官的人数来反制。因为拜登嘛头一届对这点做出回应。Right now, it looks like they're going to have a vote around Halloween. So if they vote on it before the election, you are open to expanding the court? I'm open to considering what happens from that point on. 针对民众关心注疫苗的问题，敢会强制爱注？拜登表示，若是科学界认为讲疫苗已经通过完整的试验，伊毋拿家己去注，嘛会鼓励民众爱注。另外，敢是要强制推行一定爱注疫苗？伊认为讲爱看情形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民众因为不满总理的防疫和经济政策，目前正在群聚示威。另外，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因为选举问题引起民众抗议，总统也伫15宣布要落台，民众是欢喜甲做伙庆祝。各国机构和官员，中亚国家吉尔吉斯的民众做伙去前几天啊，才单位加红放出来，而且红任命做新总理的贾帕罗夫，伊住在饭店头前，向着总统恩热别科夫准备要辞职。Kırgız elim Çıdavay geldi geçe oda vergen geçe 3'te degen bugün de 3'te deptir geçinde aytkan eken ertemden geçeyin 11'ge çeyin degen bolbodu. Buna buyurursa getiptir. 吉尔吉斯这个月初4举行国会大选，因为选举发生买票、甲中国投票等等的乱象，引起民众的不满。小人刷几啊天示威抗议，要求总统爱落台。伫当局中选会宣布选举结果无准确，会伫11月初6进前，佮重新选举了后，恩热别科夫伫15表示，唔管正做一个造成流血受伤死亡、向家己的公民开枪的总统，所以家己宣布请辞。因为国会议长伊沙耶夫拒绝正做代理总统，因为安尼由贾帕罗夫宣布掌权。
镜头来看以色列，因为是全球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为9月中就下令限制民众袂当离厝内超过1公里远，引起民众不满总理纳坦雅胡的防疫，还有经济政策，便若拜6礼拜就会集会来示威。同款是不满政府的防疫措施的，还佫有希腊的公务人员，因为伫防疫期间，工会要求政府爱提供卫生保健，还佫有教育工作者薪水等等的条件，而且罢工24点钟去街路抗议。Ζητούμε να μειωθεί ο αριθμός όπου υπάρχουν αίθουσες να χωριστούν τα παιδιά, να προσληφθεί επιπλέον προσωπικό καθαριότητας και να γίνονται μαζικά δωρεάν τεστ. 原本和平的游行，煞伫活动结束的时阵，甲警察发生冲突，至少差不多10个人去用掠去。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的粮食计划署表示，全世界的粮食问题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变更较严重啊，也公布一份资料表示，有一寡所在民众根本无钱通好食饭，无头路也无钱，也互饥荒的问题愈来愈严重。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伫这份上新的报告内底指出，若是要用一句话来讲，全球的粮食供需就是唔惊无够，而惊无平均。We have enough food today. Food is available today. The problem really in this phase is access to food. WFP 对2018年开始发表世界粮食问题报告，今年是第3摆。每一摆报告拢列出饥荒问题严重的产车国家。2020年上新的报告内底列出国家有36个。联合国领导事务协调厅 OCHA 配合报告发布新闻指出，这些国家拢面临无同程度的武装冲突，这会造成真侪民众流离失所，远离家己种植土地，当然也无头路。收入减少的结果就是食袂饱、营养不良。另外，气候变迁，互这国家做大水也是可汗，天灾不断，有也面临大量的草莓价格。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伫全球一直拖，互一寡原本就相对弱势国家加重饥荒的严重程度。And the effects are pretty serious. In terms of numbers, we are expecting an increase in poverty, which goes up to 150 million more people moving into extreme poverty. We are expecting 132 up to 132 million people moving to undernourishment. In a situation that we were already in 690 million people in undernourished, with 2 billion people don't having access to regular food, and 3 billion people that didn't have access to healthy diets. 为了具体讲出产车国家饥荒的严重性 ，WFP 以每一吨成本除以每工的收入得出的比例，套用在全球上好业又个物价真悬的美国纽约市。经过换算，纽约民众若是按照南苏丹的比例，一顿必须付出的金额是392块，8角2分的美金，折合代票超过11300块，是纽约人简单食一顿平均计销的311倍以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协助香港人找找庇护的保护伞餐厅，今仔日去互一个查甫人破垃圾米啊！也因为当路湾册店的店主新店开幕的时阵，伊也捌互破贼，敢是主张统一，或者是我中国人士所做的呢？目前也等去调查。餐厅作业区去互白色物破甲轨道顶，晚盘接待柜台店内的走廊，四界拢会当看到白色物的痕迹。店家关键伫面册被奖业发文表示，因为紧急原因，这2天暂时关闭营业。这间保护伞餐厅就是提供参加欢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流亡台湾的庇护所。大家也就是很正常在做生意，也没有得罪谁，所以很多人来问是不是有什么纠纷，其实没有。他们的身份比较敏感，所以可能就是一些可能比较亲中人士的人来找麻烦吧。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推断啊。受到代志发生的经过，店家的朋友表示，一个查甫穿乌衫，中昼入去餐厅内底，向开始向四界破白色物，敢是去搁翕到查甫人摕桶啊冲出去的形影。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调阅监视器已经锁定特定犯嫌的影像那正积极在查缉中至于犯嫌的动机背景有无遭人收拾，我们会在大案以后再厘清。另外，前香港当路湾册店店主林英基，今年4月份来台湾开新册店，嘛叫穿乌衫的人破红册，了后检警查出有3个人涉案，台北地检署以毁损、强制、伤害等等的罪嫌起诉。不过林英基怀疑讲嫌犯的动机无单纯，因为因甲中共有关系，想要压迫警告的意思真重。若是这间保护伞餐厅去互破白色物，到底甲统派还是亲中分子有关系？警方是讲，搁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金山区公所的网络小片发生熊熊死亡案件，也和过路的问题，搁再引起众人注意。根据劳保局的统计，讲这最近6年来，因为过劳所引起的脑心血管疾病，第1名就是保全人员，第2名就是制造业，第3名就是运输加长途业。这10年来，有255位劳工因为过劳来死亡。刚开始更严重。穿着白色顶衫的服务业维修技术阿中，倒脚常常拔痛，因为伊在民国105年8月年工作伤过操劳，伫骑车的时阵脑出血，倒边的身体中风，经过真侪困难关卡，用了1年半以上时间，尾也才互劳保局认定是过劳触发的脑心血管疾病，用请领职业病的给付。大部分这个脑溢血就是里面出现的中风。中风以后，大部分都是不可逆的。就是变成说，你后来走路的状态大概是怎么？那变成就是好像你们讲的瘸子一样，就是一拐一拐的。那久而久之就会跟脊髓也有关系。阿中真感慨讲，家己尽管保住性命，毋过倒脚却是袂啥行，只好转调来捆工作。最近金山区公所的小编辑陈家伟，互劳保局认定是过劳死亡。检视近10年来劳保集资给付认定统计，伫过劳熊熊触发脑心血管疾病方面，死亡的有255人，失能181人，受伤疾病的是286人。离近6年来，劳保局也统计前3名请领行业，第1名就是保全，第2名是制造业，第3名是运输甲长途业。不过，亲像阿中所讲的，被认定是职业病的困难度真悬，所以常常怀疑是不是有更加多稳重的数目无法看到。劳保局在以前在工时的认定上面，会就他的出勤打卡记录，来做一个审查。但是事实上近几年，劳保局在收证的时候，其实除了这个出勤打卡记录以外，我们还会就他的比如说像进出卡的这个门禁卡啦，然后悠游卡，我们会从他很多的通讯软体的记录里面所得到的这些工时来作为佐证的资料。常常捌听讲，头家要求劳工拍假的下班卡。劳保局讲，为了避免相关的状况，即阵包含手机通讯软体、Line、GPS， 也是 Google Map 这定位资料，拢能看作是工时记录。伫超时工作的时数认定，也有比过去较放宽。不过对劳工来讲，劳保会领到偌侪保障，拢毋是上重要的。会正常上下班，拥有健康，这才是上重要的。工作才有法度久长。记者综合报道。绿岛的南寮渔港伫15举办一场活动，就是办4万尾的燕枪，也就是富贵鱼的鱼仔仔。不过无到半工，就民众发现讲，真侪鱼仔仔伫海底拢死了了啊！乡公所也表示讲，可能是运送过程失较差，才会发生这款的意外。绿岛乡公所15早起伫南寮渔港码头举行4万尾密波鱼放流的活动，按算要互海底游泳附近的鱼仔较丰富咧，会当吸引游客。水桶一个接一个，甲鱼仔仔倒去离事先穿好的厨房啊顶悬，亲像咧处流笼共款，互鱼仔仔流入去海里。毋过，才当放流尔，就看到袂少鱼仔仔浮伫咧海面呢。下晡就有潜水教练小连线伫咧放流地点附近的小丘岛的海底，发现袂少死亡的鱼仔仔。乡公所表示，目前还伫咧估算鱼仔仔死亡的数量，研判可能是运送的过程当中，厂商无甲鱼仔仔照顾好势，就直接放流。我们有在做检讨，就是可能从屏东的这个养殖池到运送到绿岛这一段过程之间可能不够专业。专家提醒，放流的鱼仔仔未经渔证到运送的过程，水的温度甲水质的控制拢有一定的标准，才会当确保放流成功。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因为必须要有适度的温度的保存，避免水体的温度升高，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在打气上面。到达了预定地点的时候，还必须要再做一次所谓温度的确认，要让它回温。绿岛乡公所表示，10人会阁派人落去海底观察鱼仔仔死亡的情形，嘛会追究厂商的责任。未来若阁有放流鱼仔仔的活动，会加强管控运送的流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部也的永乐国小也举办种菜体验活动，对店种到收成拢靠囡仔家己来，也互囡仔人了解一粒米百粒罐的道理。永乐国小的学生比起手裤脚行入田内，认真细致将菜栽种落土。要播好哦，好来。
农民担任会唔那无偿提供土地，嘛将家己的种植经验传给小朋友，和学生了解做田的每每角角，其实拢是大学问。那个菜里面，那个高丽菜是吃哪个地方，就是叶菜得吃它的叶。那个节头菜、大头菜，它的吃的是茎。然后我们那个胡萝卜、那个萝卜、白萝卜是吃它的根。详细解说每一项菜色特性，希望和学生培养正确、安全、健康的饮食概念。我们非常感谢阿公哈，他已经连续8年把他自己的地，然后自己花钱买菜苗，教我们永乐国小呢小朋友全校师生一起来种菜，连续8年，所以我们感谢阿公。透过农事体验，和学童了解食物土地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同时嘛当体会农民的辛苦，培养囡仔持续孝福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幼稚园的囡仔，唔那会使家己做导演，家己搬戏，搁做一出囡仔故事，搁用手机录起来灵感的实例，这就是即马上界流行的游戏学习课程。桌顶只囡仔配合布景甲各种道具，自导自演一出童话故事，搁用智慧型手机录落来。想袂到这竟然是幼儿园的课程，透过讲故事，囡仔发挥创造力，也训练逻辑思考能力。他们来到了森林，爸爸就说：“可是我还好害怕哦。”透过呢，他们在说或是创造的时候，可以连接他们的类似作文的能力。到国小衔接的时候，作文的能力，他们会编创故事，然后可能会有起承转合。桃园市优美幼儿园拍拍传统教学模式，这囡仔唔是坐几排来学习，教室内底分为数学概念区、语文区、组合建构区。要有艺术创作区，囡仔想要学什么，就家己选什么。我们在思考说，我们怎么把3岁跟5岁要学的东西融在我们的这个教室里面，那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教室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他自己要学的东西，又可以很自在的学。园长表示，囡仔本能就是耍，调整自由耍的课程模式，让囡仔真正体会到家己才是学习主角，进一步自主学习。老师角色就是陪伴甲导引，建立思考甲学习策略，毋是直接换答案。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音乐是全世界共同语言，今日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3位无同款背景的音乐创作者，看因是安怎用台语唱出感动人的故事。律师甲歌手真2种身份，敢有啥物关联？一边咧做律师，另外一个身份是创作的歌手，所以我即摆是人讲的斜杠。律师身份对苏明恩来讲是生活，那歌手是伊的志向。做律师直接的案件、接触的故事，拢是伊创作的养分。咱咧接触这个案件的时阵，去甲了解，发觉讲其实有真侪人是高不离中，为着要趁一个经济，为着冲动，为着各种的理由，所以这人性的故事，变做我这张专辑内面的养分。今仔日过了好就好，明仔再到予天欢乐。苏明恩是用一首歌讲一个故事，来自高雄美浓，本身是客人的朱海军，咧想的是要改变大家对台语歌的刻板印象。可是我一直觉得台语歌较可惜的所在，就是讲是安怎一定互人指定讲唱台语歌就是较爽快、较传统、较道地。我感觉讲新台语听起来嘛袂歹。为着要改变风格，朱海军甲公司沟通真久，伊嘛用成绩证明家己的坚持无毋对。花开的时，我就会看到你。除了用新风格唱出无共感觉台语歌，嘛有歌手将作曲加入台语歌内底。伊是来自台湾族的陈伟忠，不过却嘛捌因为这个身份，互伊真有压力。
较早比赛，也是拄啊出道的时阵，迄当阵上节目我拢真烦恼，大家讲我是原住民因为大家拢讲啊，你是原住民啊，讲几寡你的迄个族语来听看卖安尼。然后迄当阵因为我着自细汉无即个环境来学我的即个族语。自细汉出来就是讲台语加华语，张伟忠认为无硬规定讲倒一个族群就一定爱唱什么语言的歌，这就是台湾可爱的所在。啊，毋过呢，其实我感觉讲，母语有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你要有一种迄个思想的交流，因为你若是干那学，但是你袂晓甲人沟通，其实我感觉迄就是学识尔，啊，毋是母语。伫最近的大型活动、重要典礼，拢会使看到台湾各族群各种语言的音乐表演，嘛，互咱听到下过族群加语言的音乐创作，体现出台湾音乐甲族群文化互相交流的多元组合。记者杨淑晴、谢桂林、高宗仁台北桃园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明年要推出全新的戏出，其中一出号做《金钟园的秘密》，今仔日伫高雄的鼓山洞开镜。这出戏的女主角陈瑜，毋但甲头鬃夹好底，而且挑战讲台语演同志，故事内容也演到美丽倒事件，按算伫明年4月就会播出啦。琼家园的秘密开镜仪式。导演朱美玲甲4位主要的演员伫高山洞头前举办开镜仪式，祈求拍戏顺利。金蕉园的秘密是描写女主角明娟找同学去因厝内的金蕉园斗相共，两个人发展出爱爱的情谊，佮做伙打入白色恐怖的风波。高山洞这个所在捌出现伫故事内底。这是什么所在？这是迄个时阵警备总部咧新闻缓林的所在。所以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场景就是讲，阮入去看就感觉心情做沉重。演员陈瑜是戏中的女主角，伊头摆甲头毛交底演出，嘛挑战讲台语甲同志的角色。那个时候的女同性恋，他们连 T 或 P 这种名词都还没有，有只是刚开始。但我认为这个角色他在高雄，他可能不一定会看到这个词，可能要等到他长大，他看到过期的杂志，他看到了某一个专栏，他才知道原来他有这样子的认同。演陈瑜因哥哥的生产是高雄人，伊讲拍片进前，导演有互伊3本册去了解美丽岛事件。诠释这个角色上面，我带有很多的一种历史的样子在我里面，然后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想要被大家看见的一个部分。公司台语台准备伫明年推出4出戏剧，包括爱情、乐权、女性、甲环保等等的题材。金蕉园的秘密开镜了后，拍算明年4月就会当播出。记者陈亚军、赖维做高雄报道。自控家己小剧场戏剧节是南台湾头一个以剧本创作做核心、读剧演出做形式的国际艺术节。一个拜6礼拜，毋但有3出全新的台湾戏剧以外，也佫有外国的本本用读剧演出的方式来呈现。对10月开始要做17场，也请民众千万毋通错过。歌词唱出家己心中的无奈，以网甲大小二段王凤祥的故事来写的剧本，讲伊安怎为家短囡仔行入文学，这一生起起落落的故事，要透过读本的方式，伫家己馆举办的小剧场戏剧节来演出。这王凤祥呢，伊为较早伫个家短囡仔的时阵，伊叫做刘森，然后诗人伊的名叫做戴卿，日本名叫卡奥里。那伫个这段时间，伊遐济啊，遐尔济的名，就代表讲一个大小个段。伊除了是一个查某人的一生以外，伊嘛是为台湾统治、甲日本统治迄段时间一个台湾人的一生。这摆小剧场戏剧节扩大甲国际交流，除了台湾在地创作的故事，嘛有日本、韩国甲香港的剧本。为日本东京第2摆过来参加戏剧艺术家表示，希望会当透过活动，互台湾的民众嘛会当了解附近国家的剧场文化。去年只有日本。今年是又加了亚洲、韩国、香港的剧本，然后就是我们发展到了亚洲专题。阮剧团推广18、18年的一个剧本农场计划，这是每一年阮会开1年的时间，邀请3个作家来到嘉义，来遮
用1年的时间来写因的脚本出来，吼啊，伫咱的戏剧节内底做读剧的读本的这发表。除了读本的演出，本剧团表示，当初疫情影响到在地少年剧场的演出，经过要1年的时间，即届嘛会伫小剧场戏剧节来正式出演。嘉义县政府就表示，16、17、18连续3天，表演艺术中心会有总共17场的演出，希望互民众无同的文化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一项新的研究表示，澳洲的大宝岛内面的漩涡，伫30年内可能会死超过一半。有科学家表示讲，这是地球暖化所造成的影响。规片热带气受过各种涉水的漩涡岛，可能伫咧几十年后就看无啊。澳洲 ARC 漩涡岛岛育研究中心上新的研究报告指出，1995年到2017年20几年之间，澳洲大宝岛这个所在已经有一半的漩涡死去。The Great Barrier Reef has declined over the last 3 decades by about half. So 1 out of every 2 corals that were there in the 1980s are now gone. But it's worse than that because not only are there fewer corals, but the corals are on average smaller. So the big corals are gone. And we're also not seeing young corals coming up. 目前已经有真大片面积的漩涡岛是土色的还是白色的，而且拢差不多无生物生存。科学家表示，分岐型还有倒型的漩涡消失的状况是上严重，指出真侪种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转来破坏整体生态系统。若是大量漩涡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迁所造成的海洋热浪。By far the biggest problem faced by the Great Barrier Reef is global warming. If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and global temperatures in the next 5 to 10 years, then we have a chance to stop the current loss and to let the system recover. 大宝岛是地球顶悬上大的漩涡岛群，面积超甲日本同款大，内底有真丰富而且多样性的生物，各种鲨鱼、鱼类、海底，还佫有算袂清楚的海洋生物。If you lose 50% of something in 3 decades, then it's possible that in another 3 decades you will lose the other 50%. 联合国顶一日宣布，2021年到2030年的海洋科学促进影像发展的10年计划，是支持改变海洋健康衰退所做出来的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2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28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